请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讲有警察坐伫这个巡逻的机车顶来拄龟去，互民众翕到。地点伫个屏东东港海滨国小的头前，拄龟的时间有2分钟久。事后，咱的记者去派出所问，原来这个原因是因为身体欠安，加上天气真热真热，这个原因规个人安尼公车车，才会暂时目睭刻刻等候卖戆。有影哦，这个屏东真正是有够热，卡袂到就是30外度。原警咧执行勤务，规身躯拢流汗流甲澹漉漉，实在真辛苦。遐人拄久啊，还要做人民的保姆。原警坐伫咧巡逻机车顶悬，头壳一直溜溜啊害咧，最后头壳点一下有够大下，人搁差一点仔袂知，规个向头前出。看到这个画面，后面就话讲，警察在监视咧拄久。应该还有2分钟有，尾仔有，倒去有，较大个有啊，一个仔就骑走啊。当时民众看到警察执行完勤务，将巡逻车停伫咧路边咧拄久，时间有2分外钟这么久，这摆真相总算是白空啊。人有些许的不舒服，他因为阳光刺眼，所以造成他有一些晕眩的情形。有一点那个伤心难过，应该先跟他的长官讲一下，让他长官调整一下。原来是因为身体无爽快，加上天气实在有够热，真正挡袂调。今仔日的屏东上悬的温度有33度，体感的温度是有38度，也毋过原警的勤务嘛袂当临时就划停。轻装比骑奥多拜伫这么热的天气之下，辛苦巡逻。往那边穿起来2个小时，绝对都会这样湿掉的。规身躯澹漉漉，佮袂当换衫，一直到登去派出所了后，才用电风将衫甲吹好干。我感觉因足辛苦的，天气很热，拢会遮维护阮的安全。为着守护人民的安全，一年365天，无论是风吹日晒，也是大雨淋，规年拢无休困。看到原警辛苦的一面，不少人拢感觉真唔甘，要合因讲一声辛苦啊！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